而家你見到呢棟建築物呢，就係天璽湖嘅獨立別墅啦。而家呢，終於都對外開放啦。之前3到10樓嘅平層住宅呢，基本上都售罄噶啦。而家仲有少量嘅1房、2房同3房嘅啫。咁今次見到呢個別墅呢，就係首次開放嘅。咁講翻別墅嘅基本資料先。別墅總共呢就有2層，建築面積4331平方尺啊，實用係7/6。贈送嘅退縮平台面積呢53平方尺。咁花園方面呢就1875尺，全部加埋晒總可使用面積呢6259尺嘅。咁啱啱樓下嘅1平面呢就係一個大廳、廚房同埋1間房，再連通翻前後嘅花園。咁樓上呢度呢就望到中空嘅大廳。咁如果唔上行樓梯呢，見到呢度都仲會有獨立嘅電梯嘅。樓上呢主要分佈呢就係房間為主嘅，有5間房、4個洗手間。而家你眼見到嘅裝修呢，基本上交樓俾你嘅時候呢，就係一模一樣嘅。成個別墅呢，全屋都係多窗光猛。如果想睇翻別墅嘅尺數呢，我就放咗喺頂部嘅位置啊。你就可以暫停一下，放翻大嚟睇，或者揾我發俾你都得。咁最後到主人房呢部分啦，會有個大露台嘅，再加上東南方向。如果中意4、5代同堂嘅呢，呢個絕對夠住嘅。歡迎預約參觀，拜拜。